那就先买2袋那个颗粒花生吗？对，2包吗？对。颗粒黑芝麻跟。学到了，看到客人回来购买的时候，有那种对我们的产品有更深的，就是喜欢，或者是带给世界各地的朋友的时候，还都没有被打枪过，然后还有那种喜悦的感觉，让我一直想坚持学这个东西传承下去。一开始学着做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哇，怎么东西那么复杂，工手那么多，然后每一道程序又要按部就班，跟着爷爷他们的传承下来的那种手工坚持下去做，之后才想说，哇，原来这种东西不是一步能登天的，就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。然后做了那么久之后，慢慢发觉，其实习惯了。这种坚持习惯了，就变成自己。落去做啦，啊若过去的吼，伊就无迄个咱人的迄个心的迄个，无跟较连接啦。对。连接的时阵啊，自然就变成讲较无好食。咱这手吼，安尼紧滴甲人的时阵吼，知影伊的甲什么程度会起来安尼。啊，你若机器伊就没有办法。还是要靠手的那种感觉啦。你机器我有买你看，这台就是机器啦，我无利用，安怎讲呢？做起来迄个心情有差，口感有差啦。所以讲我不爱用啊呢。这碎了。这可以追加到很大咱若手工去做，咱唔做法度它追加你啦吼。你若机器了，没有办法可以追加啦。到上面听到的全部做啊。对，阿公这样做，你们做这行总共做了多少年了？哇，60、70年啦。我老爸做70年了。从爸爸开始那边那个年代，接到现在，那个儿子也开始接手了嘛。对呀，他第3代啦。我们现在那个第3代的子民，都是第3代啦。那我们现在是一直在进化，从我们以前的塑胶袋随便拿来包一包，到现在用夹链袋的方式，然后之后还会进展到可能礼盒啊、单包装等等的东西，慢慢的进化改变，让人家变成说一种零嘴，不要说是拜拜专用，拜拜专用会局限于某一些部分，对，然后我们只要慢慢的，因为我们也不想做大，这样品质我们自己顾得住。碎掉了。是拿花生剪吗？碎掉了。杏仁会碎，要不要剪花生？这样好吗？这样可以。